大家好，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聖經入面嘅比喻。故事嘅主人翁面對一個好大嘅挑戰，成功率得25%。大家估唔估到我講緊邊段福音呢？一齊嚟聽聽，睇下你哋估唔估得中。那時，耶穌從家裏出來，坐在海邊，大批群眾聚集在他身邊，他只好上船坐下，讓群眾站在岸上，然後用比喻給他們說了許多事。他說，有個撒種的出去撒種，他撒種的時候，有的落在路旁，飛鳥來把它們吃了；有的落在泥土不多的石地上，很快發了芽，因為泥土不深，但太陽出來一曬就焦了；又因為沒有根，很快便枯萎了；有的落在荊棘叢裏，被長起來的荊棘窒息了；有的落在好地裏，結了果實，有結100倍的，有結60倍的，有結30倍的。有耳的，聽吧。然後門徒前來對他說：你對他們講話，為什麼要用比喻呢？他回答他們說：天國的奧秘已啟示給你們，卻沒有啟示給他們，因為那已有的，還要給他更多，使他富足有餘；但那沒有的，連他原有的也要奪去。我用比喻對他們講話，是因為他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也不領悟。在他們身上正應驗了依撒意亞的預言：你們聽，卻不領悟；你們看，總不明白。因為這百姓的心遲鈍，他們充耳不聞，緊閉雙眼，免得他們眼睛能看見，耳朵能聽懂，心裏領悟而轉向我，讓我治好他們。但是你們的眼睛是有福的，因為看得見；你們的耳朵有福，因為聽得到。我實在告訴你們，很多先知和義人想看你們所看的，卻沒有看見；想聽你們所聽的，卻沒有聽到。那麼，你們聽這撒種的比喻吧。凡聽了天國的話，卻不領悟的，那邪惡者就來把撒在他心裏的話奪去了。這是指落在路旁的種子。那些撒在石地上的，是指人聽了這話，立刻高興地接受，但自己裏面沒有根，不能持久。一旦因這話的緣故發生磨難或迫害，他便立刻跌倒放棄。撒在荊棘裏的，是指人聽了這話，卻有今世的焦慮和財富的迷惑，使這話窒息了，不能結出果實。那撒在好土地裏的，是指人聽了這話並領悟，當然結出果實，有結100倍的，有結60倍的，有結30倍的。
聽落好似好灰，啲人聽完未有行動就已經唔記得，或者開始好熱情，但日子耐咗就慢慢冷卻，甚至有啲人因為生活壓力太大，最後都冇辦法繼續。但點解咁多人會繼續做失敗率咁高嘅事呢？就係因為價值觀同愛嘅信念驅使佢哋唔怕挫折。今日我哋聚喺度，唔係要講神學，而係要互相鼓勵同支持。既然連天主都未放棄我哋又點解唔可以對自己同身邊嘅人再慷慨多啲呢？我哋一齊努力，互相扶持，創造一個充滿愛同希望嘅世界，好嗎？